我开始写客家歌曲係2006年嘅時節，嗰陣時啲學校讀大學嘅時節，啲學校啲都談到民歌比賽，有一個台灣系的學長，佢寫一條自家創作，就自家用自家母語河洛話寫嘅歌曲。我喺第一擺談到永遠比賽嘅時節，從自家用母語寫嘅歌曲就很 shock， 那個當下就會講。用這個漢色時節講嘅話寫嘅歌曲，用來做得安樣嘅一種生猛有力，可以用生猛有力來形容。這個是方言特有的一個特色。所以就本來說到講，好啊，我呀，可能用這個漢色時節講嘅客話來寫可能。第一次嘗試用客語寫歌之後，就發現我聽到這個特別嘅聲音，然後配音冇同樣嘅一種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表達方式跟內涵。一種語言就像一扇門，你如果學會一個新的語言，你就通往一個新的世界。嗰時候開始用漢語來寫歌曲以後呢，我知道頭擺冇意識到這種漢色嘅時節談到嘅故事，漢色時節睇嘅地方。我的老家在苗栗的鄉下一個叫三灣鄉內灣村的地方，嗰位嘅山呢是一個流法，山呢個循環，都係啲我寫客家歌曲以後，將對我有意義。嗰時候我想愛留兩種，就講寫歌嘅寫了10年啦，唱歌也唱了10年，想愛留兩種漢語留入背後嘅一種。老土地有接觸到嘅美感，獨特的美感，跟它特別的文化質地，做得用歌曲、用音樂來傳達俾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sa， 我嘅母語台灣嘅歌流行音樂會12月28號、12月28號的台北車站，我會同大家見面，歡迎大家共下來，搖搖擺擺，等咯。